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全能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又让我们聚集在圣殿里面，我们一同敬拜赞美你。此时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所听的是从上帝那边而来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城被建造，但是如今呢，我们都只能看到一些遗迹。而这些城呢，不论在台湾，在任何世界的各个地方，都有被建造。那在我们台湾，举我们桃园市来讲就好了。我们现在还有所谓的一些地名，北门、东门、西门、南门，那就代表着在过去那个历史里面，曾经有这样的一座城在。然而这些城为什么当时候要建造呢？它建造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城这个字，我去查了字典，它的解释是说，古时候在四周筑墙，可供居住和防守的一个地方，也就代表着这个城，它在这个地方，它有它的一个重要性，也就代表着这个城在这里是让一群人在这边同时的一个生活，这也代表这个城聚集了许多人的一个地方。那么今天我讲这个上帝之城到底在哪里？它长的那个模样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态呢？是像我们想象中的一样，是四围筑墙，可供我们居住防守的地方呢？还是它是一个我们未曾看见的一个地方？以色列人在过去的历史里面，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我们从今天诗篇48篇里面，我们再一次看见他们在这困境里面，他们的一个敬拜。当以色列人、以色列国家一分为二，北是以色列，南是犹大国。在这一段期间，一直到他们被掳灭国，其实他们不断的在经历一些考验，不论是以色列还是犹大，这些国里面，这个历史里面的这些国王，他们对上帝的一个信靠，其实成为他们这个国家是受到祝福，还是受到上帝管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尤其是在面对敌人攻击的时候，对上帝信靠的这个信仰的展现，就真正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我们可以从列王记、历代志的历史当中，上帝不单单是透过许多的先知，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提醒，呼吁以色列百姓要遵行上帝的话语，要敬拜上帝，要离开并且拒绝其他的神。可是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却常常忘记了他们祖先的那一个信仰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以至于他们受到环境的影响，随着当地的习俗去敬拜巴力，随着当地的习俗去做一些祭祀的动作，以及做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众人所有的百姓都陷入了一种在生活中生存上面的一个危机。不过在这个历史里面，也有一些王，他们依然遵行着上帝的话语。例如约沙法，他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王就受到了祝福，他的国家也受到了祝福。所以当以色列王邀请犹大王约沙法去攻打摩押的时候，在攻打之前，他们去见一位先知。这位先知以利沙就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并不理你，并不顾你。也就是说，当约沙法他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就在这当中。所以当以色列百姓他们需要面对极大挑战，以色列在整个苦难的历史当中，被掳灭国流亡，到现在他们的复国，因为他们相信神必看顾，
神一定看顾他们，所以他们在这个逆境当中，他们依然发出对上帝的一个赞美。因为这样的信心，他们完全的相信上帝，所以这就成为他们赞美上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动力。在敬拜当中，他们记起了上帝那个永恒的爱，因为上帝的这个慈爱，他们得到了医治。他们也同时想起了上帝的那个公义，把过去那个受委屈的、受压迫的、受逼迫的全部交给上帝，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必然会主持这个公道，他们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在敬拜里面，上帝也教导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为了延续这样赞美的一个生命力，他们要以色列百姓要成为上帝的好管家，来管理他的圣殿，并且要向他的子孙来传扬神的对以色列人的眷顾、慈爱以及公义。因此他们有信心在宣认说，他们所信靠的是一位永活的真神，他永远住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他是一个引路者，引导他们每一个人走过今生，所以他们就无需害怕。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的困境当中，他们所相信的。然而我们所相信的盼望是什么？我们常常也会面对着许多的困境，比如说今年的夏令营在礼拜五的时候才刚刚结束，在这边要感谢许多的同工、志工都摆上了自己的时间，投入在这一次的营会里面。其实在最初的时候，在筹备的那个阶段里面，其实我们面临了许多的问题、困难以及挑战。比如说邀请同工的进度落后，同工的人数不足，有人必须要身兼数职，在招募学员的状况里面也不如预期的那个人数。许多的事情在筹备那个阶段，我们面临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在这当中。随着时间渐渐的接近，学青团契的这些同工，他们同时也在面临的期末考、学校课业的压力，似乎无法完成营会前所有一切应该预备的工作。我们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困境，突发的状况也不断的发生。原本想要延续2009年在大有国中招募青年志工来做小队服，我们原先的构想是招募40位，结果因为12年国教的关系，我们收到了160多份的报名表，使得我们所有的同工又再一次承受一个挑战和压力。从原先预计的2个场地变到了4个场地，从原先预计规划的大概是300人的一个营会，最后变成500多人的一个营会。原本的人数是可以 focus 在一个场地当中，现在却要分为2队。种种的状况让所有的同工从早上到下午不断的在这个路途上面奔波。但是感谢上帝，因为许多弟兄姐妹为这个夏令营的祷告，使我们再一次的从许多繁杂的事物里面领受到上帝的恩典，也让我们在进行各样事情的时候，将一切交托给上帝。我们知道，在这当中，上帝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使用我们每一位同工，我们每一位志工，让参加这个营会的每一位学员，能够真实的经历到这个上帝的爱。接下来这个礼拜，牧师要被派到日本去做灾后重建的义工团。其实从去年311地震之后引起的这个海啸，造成日本许多的人失去了生命，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园，失去了财产。经过了1年多之后，其实还有许多的地方并没有完成一个重建的工作。有许多人在那片土地上面，他们努力的寻求生存的方法。那片土地因为海啸过后被海水所淹没，海水退去之后，留下的是一个高度盐分的一个土壤，无法耕作。
这些人他们如何来生存？我最近看了一个日本的节目，他还报道在那个地方，因为土地他们无法耕作，所以他们就想尽了办法来种植一些不需要用到土地的蔬菜，比较不需要用到土地的一些方法。他们努力的在那一块土地上继续生存下去。在海啸的那个时候，有一个高田市，它有一片防波的一个松树林。它那松树林是很久很久的一个历史，在这当中，大约有6万多棵的松树被冲走，但是有一棵大约高10公尺，大概有250多岁的一棵老松树，却奇迹的站在那里。这棵老松树劫后余生，站在那个地方，让当地的居民对于灾后重建有了一份盼望。甚至这个盼望传到了整个日本，透过媒体传到了整个世界。一位当地的居民这样表示说：“看到这一棵幸存的松树，就如同在黑夜里看到闪耀的光芒。”不过，这一棵希望的松树，因为长期被海水浸泡，它的根部已经腐烂。日本当派出专家要来抢救它，最后还是宣布了放弃。因为他说，他们早在抢救之前，他们就已经有预备，担心它最后还是会坏死。这棵松树，他们原本要救它，要花费很多钱，但是因为灾后的重建需要更多的经费，所以他们最后还是放弃了拯救了这棵松树。不过，它却燃起了日本人的一个希望。在总会提出要去日本灾后重建义工团这个服务的时候，我看到最近的一个截止的我们都已经公布之后，我看到报名的人数有542位的全国各地教会的青年同工去报名，而这当中只有少数的大概80位能够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服务。其实牧师在最初听到要去日本做这个服务的时候，我心里还在想，我要不要去？我在挣扎，因为当时有社福中心要结束我们的业务，也要接待 AVN 台湾来到我们这当中住3天的所有的事宜，以及我想到夏令营才刚刚一结束，我就休息个2天，我就预备又要出发去日本。那家中我的师母、我的小孩该怎么办？在那个犹豫当中，我的困境、我的挣扎。不过在祷告当中，我再一次经历到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上帝让我再一次的去回顾过去我所受到的装备，所以上帝要我去，我就顺服了。虽然夏令营才刚结束，目前我觉得还是很疲惫，不过我相信上帝的恩典够我用的。这个就是我信心的宣告。以色列人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宣告。在今天的经文中说到，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也就是我们上帝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上帝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以色列人虽然四散到各处，他们一次又一次堕落，做上帝看为恶的事。不过在被拯救之后，仍然有许多人坚信上帝的救恩必定临到。所以就在各个敬拜的场所当中，他们去思想上帝的那个慈爱与公义，而且发出极大的赞美的声音。今天的诗篇48篇，其实跟前面的46篇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在赞美上帝对锡安的一个保护，他们都是在诉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以及力量。在可拉后裔的这个诗歌里面，可拉的后裔，他们是服侍上帝的利未人，并且居住在圣殿之中，对锡安，也就是圣所，十分的看重。在希西家作王的期间，亚述大军围困耶路撒冷，但因为耶和华的保护和拯救，使亚述185000的这个大军一夜死去。耶和华为了保护他的城，这个城就是锡安城，
诗人在这里赞美。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政治以及宗教的中心，圣殿也是建立在这个地方，是上帝在这个地上有形的一个居所。但是西安不单单只是那个地名而已，它也代表着属灵的一个代表性，也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在这里。在马丁路德所做的一首很有名的诗歌，华语是上帝是我坚固保障，台语是上帝是咱安全要塞。他创作的灵感就是来自于诗篇46篇及48篇里面。这个诗里面，他的唱的这个诗歌里面，其实他说，在这个自然界中所的灾难，因为蒙上帝的保护，他们得以保全，为此献上赞美。在这个整个政治动乱战争的当中，因为有神的保守，他们生命有安全；因为敌人的战败、战事平息，他们也发出一个赞美的声音。所以上帝虽然在高天之上，但是他却没有忘记他所造的地和他所属的子民，因为他是掌管万有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管理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包括自然界、历史和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每个人要知道他是唯一的真神，我们要对他有信心以及交托，因为神必保护他的子民，而且会建立他的教会，使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那么我们的信心的宣告是什么？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很爱我们每一个人。他要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我们只要愿意，我们就直接可以得到这个爱。同时他也要我们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爱。刚刚提到，在上上个礼拜4、5、6，我们接待了 AVEN 从北美、美国、加拿大各地回来的青年。原本我们以为大概只会接待到140个人，可是他们来了160多位。在这整个的接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无法跟他们到最后去到彰化、去到新竹一起同工。但是我们却参与在他们前面的预备、前面的服事。迦南教会的夏令营的同工们，他们也摆上他们的时间，他们学青，他们一结束学校的课业，就投入在整个的服事当中。他们与北美来的这群青少年，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假期，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全心的为了这一群孩子来付出。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参与在志工的服务的行动当中，煮饭、打扫、招待等等的这些工作。虽然夏令营看起来在礼拜5已经结束了，就是画下了一个句点了吗？其实没有，这只是一个起点。昨天的周6礼拜，我很感动，因为我们在整个营会结束的最后一天，我们有一个献心会，我们有一个呼召。但是在昨天，为什么我这么感动？因为昨天我们看到很多新来的面孔。原本学青团契在聚会的时候，他们结束的时候，他跑来跟我说，有一个同工跑来跟我说，今天有4、5个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为此我就非常感谢。但是在周6礼拜的时候，有一群人坐在现在陈牧师周围的后面。我欢迎他们的时候，他们站起来，我仔细一看，大约有11个人。感谢上帝亲自动工，带领到他们来到这当中。可是我想，不仅仅是如此，我们下礼拜还要给他们召集聚集，举办一个同学会。我们期待在这个同学会里面，他们能够一步一步的来认识团契，一步一步的来认识礼拜。我们也有举办3次的周末营，我们愿意跟他们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这个爱。其实在这个营会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发出讯息的时候，没有很注意到，我们说我们会提供晚餐，结果有一位同学，他就在那边等，然后最后他打电话回家，告诉他的父亲说没有晚餐了。他父亲就很生气，就跑来教会。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跟他沟通，他明白我们的困难点，他也明白我们对这些青少年志工的付出是有多大。最后他离开了。可是这一位孩子，在我们礼拜四晚上的聚餐，昨天的礼拜，通通都出现了。我感谢上帝，这是一个看似危机，但是却是让一个孩子的生命因为我们的行动而改变了。在我们所接触的500多位的学生当中，我们在礼拜四的时候有呼召回来的名单，我稍微看了一下，大约有80%的孩子决志说 ：“Yes， 我要相信耶稣。”也就是说，有400多位的学生是我们要继续关怀的一个对象。然而，这份工作是要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去付出的行动。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关心、去同心合意的祷告，上帝会把人数天天的加添给我们。只是牧师要问的是：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真的预备好了吗？这些孩子，我们已经撒种了。就如同我们会前祷告哥林多前书里面的，不论我们做的是哪一个工，叫他生长的唯有上帝。上帝已经将人摆在我们的面前了，所以我需要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与神同工，来关心这一群青少年。不用多，2009年我们邀请了40位孩子们参与在营会的小队服，到现在大约有10位在教会。如果我们这160多位或者是400位的小孩子，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那个信心来宣告，要有多少孩子认识耶稣，留在教会，跟我们一起参与在团契的生活，参与在礼拜当中的敬拜。不论如何，社区的事工不单单是如此。我们预备好了吗？要来迎接这些孩子的生命了吗？上帝做我们每一个人，做我们每一个家庭，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他保护看顾着我们，要我们永远在他的安稳的居所当中。那么诗篇当中所提到的上帝的城到底在哪里？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所以这个城，当你相信，当你认识，你愿意与人分享的时候，这个城是没有界限的。它不是用一个有形的城墙所围起来的。在这个时代，这个城在你我的心中，这个城在你愿意分享的时候，人们就看见了上帝之城。当许多人看见你所展现出来的行为、言语的时候，他们的灵受到感动，愿意来相信，愿意来付出，愿意来接受的时候，在这个上帝的殿中，就会发出赞美的声音。不论如何，在上帝的这个城中，我们要一同的欢乐，一同的赞美，一同的服侍，一起同工，一同经历到上帝的这个恩典。我们同心来祷告。全能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使我们有份于在你的名下。如今我们知道，这个城不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形式，而是在于上帝的恩典的流露。愿天父上帝，你让感动我们的灵，加倍的感动所有的人，使他们能够经历到上帝你的恩典，使他们能够明白上帝的爱是永不改变的。当他们受到激励之后，他们的生命就要来赞美歌颂上帝那奇妙而丰盛的恩典。谢谢主耶稣，
这时我们要用主你所教导我们新的诫命，我们来回应你的爱。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